大家又有冇試過壓力爆煲、情緒好亂嘅時候呢？今次就教大家用六種感官去安撫自己。第一種呢，包括有聽覺，例如聽首自己中意嘅歌啦，可以跟住呢個旋律或者呢首歌曲去唱出嚟嘅。又或者可以留意下城市入面嘅聲音，例如一啲巴士聲啊、雀仔嘅叫聲啊，或者呢係一啲風聲。又或者呢，我哋可以戴住耳機，特登去揾一啲呢自己中意嘅聲音去聽，例如一啲海浪聲啦、雨聲等等，等我哋呢可以透過聽覺去靜低我哋嘅心神嘅。第二呢，就係視覺啦，我哋可以望下出窗出面啦，睇下會唔會有啲日出日落嘅景色，睇下會唔會有藍天白雲。行路嘅時候呢，都可以留意下周圍，睇下會唔會有樹葉喺度搖曳緊啦。睇下呢個城市呢，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嘅顏色或者得意嘅東西呢？你係留意到嘅。又或者呢，我哋可以拎住一張最中意嘅相啊、圖案，例如係一啲貓貓狗狗嘅圖案，等我哋望住佢，或者呢儲存低喺手機度，等我哋有需要嘅時候，隨時都可以拎出嚟呢望一望。跟住呢，就係味覺啦，味覺呢，就可以揀一啲你自己中意食嘅嘢啦，中意嘅味道，例如可以食下甜嘅朱古力。或者飲杯熱嘅朱古力，暖粒粒呢，飲落去可以令到自己安心嘅。跟住就係嗅覺啦，嗅覺呢就可以揀一啲自己中意聞嘅味道去聞，例如可能係中意味道嘅沐浴露啦，或者呢係一啲用敷嘅手霜，又或者我哋可以點一啲香薰蠟燭呢，等自己可以聞到呢一啲放鬆嘅氣味。跟住就係觸覺啦，觸覺呢，即係我哋皮膚接觸嘅感覺，我哋可以揀一啲呢舒服嘅衣物去着啦，或者攬一個呢軟綿綿嘅 cushion 或者公仔，亦都可以享受呢沖一個熱水涼，將啲暖水呢流過皮膚嘅時候，感受呢一啲嘅壓力都隨住熱水慢慢去帶走嘅。最尾就係移動啦，我哋可以試下伸展、散步、跳舞或者跑步，總之呢，就揾啲方法喐一喐。等我哋身體呢，可以集中喺做一啲嘅動作，分散我哋嘅注意力，亦都可以讓身體釋放快樂嘅荷爾蒙，令到我哋嘅情緒呢慢慢平復落嚟嘅。跟住我哋會睇下點樣喺日常生活呢運用六感安撫嘅。首先喺學校嘅時候，今日呢就有個同學仔同你講話，我唔得閒同你食飯啦。你到最後呢，要自己一個食飯喎，你可能覺得有啲難受同埋寂寞啦。咁點樣去用六感安撫呢？首先聽覺，我哋可能可以聽下呢，有冇一啲嘅車聲、雀仔聲、風聲，一啲舒服嘅聲音呢，可以安撫我哋。視覺可以周圍望下啦，睇下呢學校以外有冇其他唔同建築物嘅顏色，有冇邊一座嘅建築物呢？你係覺得特別靚嘅呢？或者可以望下天空，今日嘅天氣係點呢？有冇藍天白雲？即使係冇，有冇邊棵嘅樹係特別吸引你㗎？或者有冇身邊呢有一啲嘅植物，你係覺得呢幾靚嘅呢？嗅覺，我哋可以呢去餐廳揀一個自己中意嘅嘢食啦，然後聞下呢啲嘢食嘅味道，聞一啲呢自己中意嘢食香噴噴嘅味道。味覺咁就梗係買一樣啦，或者呢去一個自己中意嘅餐廳去食嘢，即使自己一個人食呢，都可以好好品嚐啲食物嘅味道嘅。觸覺可以感受下啲食物食咗入口腔嘅時候嗰一個嘅質感啦。如果有需要咧，都可以感受下太陽曬落塊面啊，或者啲風吹落塊面嘅時候嘅感覺。移動，我哋咧可以喺學校附近揀一啲自己中意嘅鋪頭去行下啦，或者如果唔出得去嘅，可以喺學校嘅操場呢，慢慢咁去散步，觀賞下周圍嘅景色嘅。等我哋咧都可以用六感安撫翻自己。另一個例子呢，就係喺屋企啦，有冇試過呢？功課多到好想喊啊，好似做幾都做唔完，覺得好辛苦啊，唔知由邊度開始好。咁我哋亦都可以試下用六感喎，例如聽覺，我哋呢可以開住 YouTube 播住一啲溫和嘅旋律，或者自己中意聽嘅歌，一路聽一路去做我哋嘅功課。視覺，我哋可以喺枱頭擺一啲自己中意嘅相片啊，或者物品啊，例如好似啱啱講話貓狗，或者一啲卡通人物啊，又或者係自己嘅偶像，好似咧幫我哋打氣一樣嘅。跟住就係嗅覺啦，如果想嘅話，可以點一啲香薰蠟燭啦。如果屋企唔可以點火，都有一啲液態嘅家居香薰呢，可以俾我哋聞下，香噴噴咁樣嘅。跟住就係去到味覺啦，咁可能呢，可以沖一杯自己中意嘅嘢飲啦，一路飲呢，一路去做功課，或者準備一啲嘅點心俾自己食嘅。
觸覺，可能咧可以先沖一個暖粒粒嘅熱水涼，又或者咧攬住自己中意嘅公仔去做功課。移動，如果真係做得好辛苦嘅時候，或者咧都需要落街行下、散下步，又或者可能喺屋企咧喐動下，去斟杯水，甚至咧可能等3分鐘、5分鐘、10分鐘去做一啲伸展，等自己休息一下，然後咧先至係再繼續嘅。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咧揾到安撫自己嘅方法，等情緒都可以慢慢緩和落嚟。